出水就好。古前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过去传统社会一句俗语话，敢毋是讲做查甫得田园，查某得嫁妆。啊，毋过咱知，时代进展到今，民法规定查甫查某财产拢得平济，已经无咧分大细平啊。总是伫咧200几年前，来到台湾，伊带一阵人马要来采硫磺的福永号，伊有写德技术咧观察台湾社会平埔族的风俗。佫毋是亲像头拄国政提起俗语咧讲查甫得田园，查甫较优先，查甫顶较大平，颠倒饼，财产因要放互查某囝。诗句安怎样讲？头一句讲男儿太儿早离娘，有子成童任婉容。不重生男，重生女，家园原不依离郎。来看头前这两句诗，头一句讲男儿太儿早离娘。那到10几岁啊，听好嫁娶，但是还未讲亲情，成语讲做太儿贵重。所以查甫囡仔吼，若敢会当小可出去社会甲人喷啊，你就叫讲，你唔通搁踮阿娘的身躯边咯。第二句诗句讲，有子成童任婉容，放弃爷爷辈，放弃世界去无要紧。这毋是现代人的观念，讲查甫的较野咧，查甫的较切咧。较无遐尼定着，无要紧，毋是呢？这是讲吼，财产根本就无查甫的囝呢，啊无财产要放互谁？贺永河这首诗写完，伊家己佮加一句注解，伊讲在平埔族的风俗，有子不得成父业，是啦，财产无要放后生。佮来后壁这两句诗的解说：不重生男，重生女，家园原不依离郎。安尼财产毋着拢放互查某囝咯，无毋对。毋则过去伫清朝时代，人讲吼，有长山公，无长山马，因为对长山流浪到台湾，真侪迄个无娶某的罗汉脚，啥做罗汉脚？都困伫庙室仔内，困伫咧罗汉迄个红架道下骹，人讲罗汉脚，有影无影国情嘛毋知啦。总是吼来到台湾了后，才去娶平埔族。红招啊，佮得人的财产，家园原不依离郎。过去无迄社会风俗，诗句内底看甲明明。